香港被譽為長壽之都，人均壽命達到85.5歲。屋企人咧都好長壽嘅，我媽媽都過100歲先過身。正因為越嚟越長壽，大家都喺度揾延緩衰老嘅法寶。盡你自己做咯，運動啊、飲食啊、睡眠啦。掌心向外，手指向上，五指抓地，腳板食住地下，唔好俾佢喐。我教太極越教越精神嘅，個背唔識寫嘅。佢鍾情武術，人人都叫佢陳師傅。咁我嗰陣時細個咧，家庭環境唔係太好咧，就係咁啱我阿哥個同學咧就玩詠春嘅，佢係跟葉問個徒弟學嘅，佢覺得我性格好好，自動教我。最後鍾情太極嘅原因咧，就係真正嘅太極咧本身係來自武術，係自衛防身嘅。估唔到嘅係，兒時嘅興趣今日成為佢養生嘅良方。氣感比較強，我哋太極要行氣活血噶嘛，佢可以對人嘅身體嘅全面係提升咗個免疫效果，強化到大腿，企成日行成日都唔會攰嘅，腳趾抓住個地下，好似八爪魚吸盤嘅食住個地下。仲有一點咧，太極咧佢可以令到嗰個丹田啊、腰腹啊，好多人咧個腹部冇力量咧，係成個架子都冧晒。而家嘅質素咧仲好過年青，我個活力咧，我仲可以三落落地係完全唔喘氣嘅，咁就係鍛鍊出嚟嘅。陳師傅鍛鍊體力仲有好多方法，做引體上升，仲有用太極樁練手握力。一般人咧係就算你好大隻嘅話咧，你唔識運用嘅話咧，你摩擦唔到係有聲響嘅。當我哋手力有嘅話咧，我哋嘅氣血係心臟強，其他嘅臟腑都會強嘅。你睇我手個肌肉紋就知㗎啦。仲有呢一招，反應眼到手到，減少大腦海馬體退化、認知障礙。我反應係相當之快啊！試過有隻蚊喺我隔離，噗執咗佢。蚊經過我身邊係走唔甩嘅。我用太極跑，用丹田跑步，可以用不完嘅氣力。年老唔等於衰老，要人生下半場活得精彩，佢哋都同時間競賽。年紀大老係唔可怕，但係最緊要個關鍵就係話咧，唔好有病。如果病嘅話咧，係最辛苦唔係佢個當事人，最辛苦係屋企人照顧你嗰個人。一下唔顧自己130歲嘅話咧，我都要照顧你自己。